标记上帝。竟然毋知，就惊讲，即所在到遮通行，毋是别项，这是上帝的厝，这是天的门。即时咱要请敬拜团带咱来敬拜欧罗上。好，感谢主再一次来到主的殿中，在新的一年，我们也以主为乐，祈求圣灵运行帮助。新的一年，我们更多渴慕认识主，同心合意，祈求合一。如果方便，邀请大家可以一同站立，一起用祷告的心跟着主来唱。求圣灵运行，求圣灵运行愿主悦纳我们
充满我们的心，改变我们，让我们更像你，让我们把自己完全献给你，在这时刻求生命的心，来充满我们的心，改变我们，让我们更像你，让我们把自己完全献给你。哦，主圣灵，哦，主圣灵，充满在这里，让我们的灵能在你光中再一次兴起。哦，主圣灵，哦，主圣灵，充满在这里，再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你所有旨意。哦，主圣灵，哦，主圣灵，充满在这里，让我们的灵能在你光中再一次兴起。哦，主圣灵，哦，主圣灵，充满在这里，再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你所有旨意。如现行，点心全方位，到位五田最高，3万平方中国沙滩，真言海底内不灵化出现时，点心中华华，不有信心的高贵，不灵的最高。不有莲花出现时，点心中华华，洒满尽心流花雨，多洒下哦，主圣灵，哦，主圣灵，充满在这里，叫我们的灵能在你光中再一次兴起。哦，主圣灵，哦，主圣灵，充满在这里，再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你所有旨意。来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你所有旨意。感谢主，我们的收到奇妙可畏，上帝的大永能和神的神性，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了解看见，叫人无可推诿。主的作为本为大，凡喜爱的都必察看。我们继续敬拜我们的形象的主，来唱你真伟大。主啊，我神，我每逢举目观看，你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功，看见星宿，又听到隆隆雷声，你的大功。满了宇宙中。
献诗第24首我主上帝。我主上帝，我若想就那公名，你的成就所做一切工程，看你真实，好听你泪的叫声，有流充满你奇妙的工程，我心出声，我上帝生命，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心出声，我上帝生命，你真伟大，何等伟大，真好了解，上帝落下你生命，这来世间替人类的使命，你是天命，甘愿替小咱罪恶，流泪惨死，互我通见永活。我心出声，我上帝生命，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心出声，我上帝生命，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心出声，我上帝生命，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心出声，我上帝生命，你真伟大，何等伟大。请我们继续站立。即时咱要用新的概念来告别咱的信仰。你着尽心尽性尽意仰主你的上帝，敬拜太大的你的超节，对你的发心清楚，你的了做天是上帝，敬了拜是传法神界中葡萄，为我信赖的你，你是啥呀？亲像我捌听你，你来表你啥呀？你若啥呀？这人会给你知，你是我的心。请坐。即时咱要来用配音文来参加来交拍。配音文是古圣诗的第7篇，我来替请大家来念。地甲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各地有安尼，拢属耶和华。伊将地建立伫海的顶面，万里大水天里，一水会上耶和华的山，一日会加以圣的所在，就是手清气，存心无怨虚假，就说老树上的老即互人要得到耶和华祝福，对对上帝的定义，这会是找耶和华的作类。哪会水啊？就爱你的呀！城门啊，举起恁的头，因为啊，你是主意，阳光的王要入，你的眼光哦是水，就是大气力、大权能的耶和华。你高最大权的耶和华。城门啊，举起恁的头，因为啊，你们要了解，阳光的王要入，你的眼光哦是水，万军的耶和华。你是眼光的王。这是请咱参加来做。
亲爱的阿爸爸，阮的上帝，阮满心感谢你，阿罗你，感谢你对万民中拣选阮做你的囝儿查某囝，互阮通过耶稣基督甲你亲近，享受你的恩典。此时阮带着感恩、感谢来到你的圣殿敬拜你，阿罗你。感谢你赐你的话，成做阮骹前的饼，路上的光，互阮无忧喘。你创造万物，将你万权，互四季变化。这是阮新的一年临到，伫安尼的日子，阮要搁较感谢主你过去的照顾。新的一年总是有侪的开始，嘛有侪的活动咧进行。恳求主保守众人，出入平安，入夜平安。阮将一切尊重、荣光、高乐拢归伫你，也恳求主你伫圣灵，伫阮属灵的生活中，对圣神来引带阮，互阮的灵命更新，拍拼过圣洁的生活。阮伫你的面前，也要承认，阮有时有软弱，嘛无知。当阮若是软弱，也是无知的时，得罪着你。恳求主，你的赦免也临到伫阮。恳求主，你帮助阮的行为、阮的话语、阮的念头，时常倚靠你，合你的旨意。感谢天父赏赐智慧，互阮每一个人有无共款的恩赐，互阮带着无共款的恩赐，成做你圣工的器具。当中的服侍，有学习，有扶持，有分享，有提醒，互阮伫你的旨意中去做工。愿阮所做的会当荣耀你的名，会当利益伫众人。阮将一切的荣耀归互宝座前，阮的天父上帝。也恳求主将平安放伫阮每一个人的心内。主耶稣，因为你受刑罚，阮得着平安；你受鞭拍，阮得着医治。只是阮也恳求主，你医治的圣手，医治有艰苦病痛的兄弟姊妹，有无方便出门的，也是伫病医疗的兄弟姊妹，求你通过医护人员，遥不医治因，互大家心心灵会当活泼，早日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即时，阮也恳求主，你恩膏蔡长老，互伊讲出来的话带着圣神的能力，句句针对人心内的光景，充满人实际的需要。也求主抛开阮的耳孔，借着蔡长老的讲道，丰丰富富存在伫阮的心内，互阮成做遵行主话语、蒙福的人。阮安尼恳求、感谢、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即时咱要请圣歌队来学乐。今仔日要学乐的圣诗是着学乐上帝伫圣诗第250首。第1节到第3节要请圣歌队来吟，第4节到第5节，咱要请会众甲大家做伙来吟。
咱来重修上帝的话。今仔日咱要看的这段圣经是记载伫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11章第1节到第3节。我来读，请大家来看。希伯来书第11章第1节安尼讲：信就是所仰望的实在，甲未看见的事的标准。因为伫即个就古早有人得到干净，对信，咱知即个世界是对上帝的话来造成，安尼所看见的，毋是对看见的来成就。即是咱要请蔡长老来正道。今仔日蔡长老要分享的题目是认捌上帝。你个遥控器麻烦对吧？兄弟平安。平安。咱就到你，咱礼拜三课，我今日起来的时，敢是讲，过年刚过安尼吼，三病中间2日准备道理，啊，过来礼拜，若准2日准备过来礼拜，2日准备过来礼拜，啊，突然我甲讲，明仔载开始要上班啊，我头倒去甲阮小鸭子讲，小鸭子讲，伊是着要上班，心情诚歹，伊嘛无做对。感谢主，新的一年，我想咱有一个新的开始。新的一年，上帝祝福，搁较满满甜。新的一年，咱有一个新的出发。新的一年，咱要甲做位隔壁讲，恭喜，新年快乐！初五啊，个新年呢，初五新年平安，上帝祝福你，真正上帝祝福咱这个教会。我即落天啊，常常咧想一件事，因为拜五有去乌爸甲乌妈遐因社经有聚会，我咧想着讲今仔日。有一个人去老聚会啊吼，听讲乌爸你去老聚会啊吼，感谢主，咱的教会同工，我通到拜遐，到尾真心的付出，
规家伙咧付出，咱逐工足济，咱遐遮中间拢真咧付出，我着家己咧，反正我家己。我感觉教会是伫即个教会内面，我做上少，上感觉上见效，做了上无够。我爱去加强家己，爱甲检讨家己。新的一年出来时阵，我相信上帝今仔三甲必定。伫即个新的一年，我真正有真大的一个愿望，也有真大的确信，上帝要今仔三甲做伙。本来想讲要打开始了，咱用啥物开始？咱有开始有4个礼拜，咱要对认识圣杯、认识圣父、认识圣子、认识圣灵、认识教会，我们开始。可能你来甲我讲，我这老岁有啊，你认识上帝，我就是认识上帝，我毋知来做礼拜，我就是知影有主耶稣，我才来做礼拜，我就知有圣经，我毋知来做礼拜，我就知有教会，我嘛行会入来。那我们重新来思考一下，什么是圣父？什么是上帝？什么是圣子？什么是耶稣？什么是圣灵现行？什么是我们的教会？我们教会是一个建筑物，还是我们相聚在一起的那口罗尼亚的一个方式，非常的美丽。如果相信有神，我想这个不必特别讲哦。那个无神论者的观点，他们会问你，我也在这里问各位，什么时候上帝创造的，对不对？对嘛哦？我看你们很心虚的感觉，什么时候上帝创造的，对不对？对。那邪恶是不是上帝创造的？邪恶是不是上帝创造的？有一个教授在问的时候是一个无神论者，他说什么都是上帝创造的，你们都相信有上帝，但我问你，邪恶是不是上帝创造的？上帝如果是个慈爱的上帝，上帝如果是个好的上帝，他创造邪恶做什么？你们还相信有上帝吗？邪恶敢上帝创造的，毋是还无上创造，毋是无上创造的。既然小毋是做上帝创造，我是啥人创造的？这个教授咧问的时阵吼，当然伊讲迄是爱因斯坦，其实迄是大家传道附会的，但是这伫美国真正发生的代志。啊，现在问讲，安尼大家拢敢强调，因为美国搞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伊相信有上帝，就相信我就相信有上帝，就是伊上敢问即个问题是有影呢？哪有罪？无上帝创造拢哪有罪发生嘛？上帝创造拢哪有邪发生？有歹的代志发生，不要有邪恶发生。那个这个上帝，我们世界不是很美好吗？那上帝为什么要创造邪恶呢？有学生说，那请问教授，世界上有寒冷吗？听说今天开始要下雨，又寒冷嘛，对不对？世界上有寒冷吗？理工科的不要回答啊。世间敢有寒？世界有寒冷吗？我今天问的问题好像大家都不太敢回答哦。是有寒冷吗？有。那个学生就讲说，世界上寒冷存在，但是那个教授讲说，你没有感觉冷吗？你看寒流来了，你有感到下雪，你不感到冷吗？没有寒冷吗？所以学生说，其实世界上是没有寒冷的。所以为什么没有寒冷？是寒冷其实不存在，因为我们都用那个热量。有热有冷，我们只有能够测出热。那个瑞典博士是不是应该这个样子？测不出冷。热你可以测出来，到绝对的0度零下273度就测不到任何的热，因为没有热，所以你会觉得冷。所以寒冷是因为没有热，热的多少很热，然后一直慢慢减少以后。到零下273度，你觉得完全那个就是完全没有热，所以其实是没有寒冷。那个教授愣住了，因为他是物理学的教授。的确，寒冷测不出来，热测得出来吗？热测得出来。那么他又问一个问题，那教授，请问黑暗存在吗？黑暗存在吗？这个开始犹豫了吧？黑暗存在吗？有啊，你看我昨天晚上我就看那，你说留一下，当然存在啊，黑暗怎么会不存在？晚上就是有黑暗嘛，你看那灯没有开的时候就是暗嘛，黑暗不存在。那个学生接着说，教授，黑暗一样不存在，因为什么？光跟暗，光测得出来，
你可以测得出，你用我们现在科学仪器，以前是用牛顿的3连键，现在各种科学仪器测得出光，一直测得出光，因为没有光，光越来越少，你才会觉得暗。其实那个暗不叫做暗，不叫做黑暗，叫做没有光。所以回复那个问题，邪恶存在吗？就如果说照物理学的原理，邪恶不存在，黑暗也不存在，寒冷也不存在，因为寒冷是因为没有热，暗是因为没有光，邪恶是因为没有上帝，所以我们有罪。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那么我们刚才练圣经，我们练希伯来文，就跟我们说信，就守望之事，我把它用现代中译本写哈，这就守望之事的把握啦，没有看见的事情的切记，你看袂到的代志，你相信，相信啊嘛，相信这个信是你所相信、你所学到的，因为有信，咱知宇宙是上帝所创造的，安尼看袂到的是对看会到的，看会到的是对看袂到的所创造的。我想这个代志有点绕口，但是我们一定相信嘛，这个世界一定有一个主宰，一定有一个创造者。咱所看到这天所有的奇形，咱所看到对所造创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的。你相信有上帝啊？所以我们都会有，我们现在教会一直在推行祷告。我们看到会有的时候，我们就一直在祷告，一直祷告，有没有效？有效。我们真的是真的感觉到上帝跟我们同在，我们的祷告真的是有效。前提是你要有信心啊，有信心的祷告一定有效。我们借着所造之物可以了解看见，那是看见每一个人。所以在想到信的时候，我的许有一个人想，那天在妇女团契跟妇女团契的那个联合聚会，那个讲遗传，他就这一方面的专家，他自己组织一个计划。我的礼拜五去我们就2个坐在后面就讨论。其实他讲的问题哦，他讲的实践里面我大概只有懂1件，9件不懂。因为实在是这些东西的完全不同的领域啊。他讲基因，我们大家都知道嘛基因他讲到基因，我说基因里面，他跟我讲一件事情，一个就奇怪的，哪天研究基因尤其那些统计学的教授，几乎全部都是基督徒，刚开始都不相信，一直研究下去，一直研究下去，一直研究啊，他发现他说怎么那么奥秘？那天他在那边讲，不是讲说人类的 DNA 有几亿个，我们叫做那个所谓的那个碱基对有几亿个，有人说30亿，有人说31亿，对不对？30亿，如果男女2个加起来是几亿？是60亿。你这被研究得完吗？我就问他说，我就问那个人家说，你这辈子研究得完吗？他说不要说我这辈子了，人类大概一辈子都研究不完。不要说人类啊，有人类以来怎么研究都研究不完30亿。而且不是30亿研究的时候就可以研究了，因为很多的基因里面，我们说，你看人类的基因就像潘朵拉的盒子他说我们，他有讲说我们从那个动物的实验里面，好像从那个一些动物嘛可以把它实验出来，说基因，比如说我们觉得人类基因有缺陷，我们把它剪掉，把它改制。可是人类不敢这样做。因为不单违反伦理，结果还想到一件事情：若你把它剪掉，整个基因又突变，又发生不可预测的现象，搞不好生出来是一种怪胎。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辐射？那种辐射之后，人类遭受辐射之后生出来的东西都是很奇怪的。基因，你也晓得人类我们现在创造这样，然后从一个胚胎，然后一个复制分类，复制分类出来有手有脚，这样可以。这么完整，所以你要相信，上帝所创造的你都是非常的宝贵。复制再复制，复制再复制，每天在复制，复制一直在复制。每天我们的人类的细胞不是复制完之后就结束了，每天都在重复的复制，不断的复制。
我们都有 cancer 有癌，那是不好的细胞嘛，复制的时候发生一些差错，难免嘛，这么多。可都在上帝的掌握中，你看我们在这里做礼拜的人，每一个人，你有没有觉得一模一样的？连双胞胎都不见得一模一样。你觉得有一模一样的吗？你看看隔壁的有没有跟你一样的？有没有跟你一样的，一模一样的人？你看，同样的这样复制出来的人都不同哎，奇妙不奇妙？从人的身上就发现到，研究人研究到最后都相信上帝。翁启辉先生对我就问他说，哎，他跟他研究是大概都是这方面没哦，这方面大概是一样的。那他跟他谈，我跟他谈了好几次哦，当然都不在公众场所，因为我不喜欢人家说知道说我跟他有点交集。可是他们那些科学家都讲过，那些科学家研究到最后，从不相信上帝就到相信上帝。因为如果没有一个上帝的话，不可能有这么奇妙的事情产生啊！就像我跟人家一直问说 ，A T C G 4个啊，整个4个编码写的我们的30亿的这些 DNA 里面的这些程序，把它这样复制出来，那应该是讲说什么？它的信息量是那4的那么30亿次。你觉得研究得完吗？你觉得研究得完吗？我觉得还是对法律比较好。那民法1225条、宪法475条比较好研究，研究30亿，而且每个亿里面每一个基可能都会出问题，怎么研究？我不能讲太多了，其实我不比他了解，他来讲的话，他可以讲1天1夜，大概都讲不完。但是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人类的创造就是很奇妙。如果没有上帝，能够创造出人类这么奇妙的东西吗？不要说人类好了，说那些动物、植物都是很奇妙的。不要说动物、植物好了，我们当初说讲说地球中心，地球是平的，所以地球一直走下去，会不会掉下去呀？最后发现地球是圆的，哦，科学大发现。有什么好从科学大发现？圣经里面本来就讲穹苍是圆的嘛。所以很多科学家是研究到最后发现到所有的真理，在圣经里面老早就记载，这个太可怕的一件事情。那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知道上帝呢？我们看到圣经当然就知道上帝，这是我们应该很清楚的，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认识上帝。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哦，叫你认真念圣经，你会发现上帝在跟你讲话。这不会吧？这圣经66节我都很熟。我们中间，不是我们，就联合教会那个恩友教会的那个侯旭明长老，经常在跟我分享这件事情。我想在座很多人都知道，他有一阵子事业失败，他说，这个主上帝啊，每天好痛苦哦，每天都好痛苦哦，没有人理他啦，靠不了我们大家讲啦，大家看起跟他瘟神嘞，哦，看起闪避唯恐不及的。你讲我直接他们一无所有，整个破产，整个被拍卖，然后每天唯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念圣经。他在那段时间每天拼命念圣经，每天圣经。他说念圣经之后，让他心灵得到安息。如果你讲说这个有什么好念？怎么念都一样，那本圣经啊，每次念都不一样的体验，每次念都不一样的体验。他念到现在，我自己都吓一跳。我现在不太敢跟他讲圣经呢，因为他讲圣经，你讲这话，他可以告诉你那是马拉基书第几章第几节。他把圣经整个倒背如流。他说这个不重要，更重要是什么？他一直念圣经，一直觉得上帝在跟他讲话。上帝的确在跟他讲话。你们不要以为我们查经啊，每次查这个经我都查过了，这个圣经我都念过好几次。查经上帝在跟你讲话。我每次准备讲道，我每次在读圣经的时候，我每一次读圣经我都有不同的感受。我年轻时候读的，那么中年的时候读的，升小学的时候读的，那个考上司法官读的，这做法官读的，在做监委读的圣经，我觉得同样一节圣经，我的亮光，我的感受都不一样。你会觉得上帝在跟你讲话，从圣经里面，你觉得是上帝在跟你讲话，我们就读圣经里面就是看到我们看到那个望远镜，我们看到那显微镜。从圣经里面，那就是一个显微镜里面看到，上帝在告诉我们什么？所以我们为什么在说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一定要安静，
读经的时候也一定要安静下来，读完经以后你要安静去想上帝在告诉我什么。有时候很多人经常有时候我出来会都会讲，蔡弟兄，你今日讲到一则的物件，我就感动诶。不是我给你感动啊，圣灵感动你的心。所以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诶，圣灵感动你的心诶。就像读经，你要往得那个见解一读出来以后，你眼睛就掉出来了。啊，上帝怎么在跟我讲话？以前我就经常读这些圣经节，我怎么没有这种感觉呢？所以圣经就是望远镜跟显微镜，我们查考圣经，让我们能够更加认识上帝。我们说认识上帝，其实最简单就是读经嘛，还有与上帝交谈。什么叫与上帝交谈？祷告。我们的祷告之中，决定上帝在你心目中的定位。我们如果祷告，我们凡事都祷告，凡事都交托上帝。我们把上帝摆在第一位，做任何事情，上帝都是摆在第一位。我们还有什么好怕？在座很多年轻人呢，就得笑人呢。到我们这种年纪的时候，都想说，哇，我们已经活到这种年纪，好像什么都不怕。年轻人会怕，你找工作，你的学业，你的事业，你都会遇到很大的挑战呢。世界上没有一帆风顺的事情，这个一帆风顺的事情不是世界会发生的事情，在天堂里头才会发生。世间无一帆风顺的啦。我今日目睭，咱同事仔今日去手术，食食水倒位？你去手术就你目睭？食水，过来要手术倒位嘛？伊讲要去问小妹仔，小妹仔手术了做好嘛，对无？好嘛，你看伊病头落大来呢。对，就是上帝互咱有白内障，咱甲去除掉，上帝互咱看较水，看清个，看较明。迄个上帝恩赐呢？上帝互咱真济事，所以上帝咱建立真亲密的关系。你也听你的阿爸陪你想看卖，上帝，我们对啊说基督弟兄，我们承认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跟上帝和合。上帝是我们的阿爸父神，我们的称上帝为阿爸父神，这多美呀！你的老爸是上帝，想到你都觉得好甜蜜哦。我什么事情是跟上帝有这么亲密的关系？我不知道其实犹太人的这10天的新年都是在忏悔、认罪跟上帝交通。我们这9天，今天是最后一天，9天了，也觉得很怪哦。我一直觉得9天好像还没过，就已经9天了。而这9天里面，我们跟上帝有没有交通？我们除了出去，我知道很多人去走村嘛，去访朋友，可是我们要跟上帝交通的。这段时间刚好我有时间可以跟会有意义的，我到现在还是觉得说我们的联络簿要改，因为我知道很多名字奇怪我都不认识，结果我在想到彼岸跟我讲说那个会友已经不在了，我的会友人部还有，他不管怎么说，每个人不在了，不在就在天上而已嘛。我们每个人都是我心目中的心肝宝贝，都是我最亲密的家人。这个礼拜我们在欧巴家、欧妈家的时候，都觉得那就是我们亲爱的家人，不分彼此。当然有的吃的多，有的吃的少了哦。但是不分彼此啊，都是我们最亲爱的家人。我们怎么样跟慈爱的上帝建立关系？那我们跟上帝交通是要确立上帝是一个全能及慈爱的阿爸父神呢。那我们要跟上帝连结。在任何事上，我们可以在家里，如果我们为什么我们要在磨房祷告？得空底房，得空底单独的房间祷告。为什么？我们可以大声喊出来：“阿爸父神啊！我明天要考试啊，我已经非常认真念啦。可是你希望我认真所念的开我的头脑。”阿爸父会不会听祷告会耶？我经常讲这个例子。当时中教会们在这里的时候，我就在中正教会里面。我是生日队的指挥啊，不要看我现在声音这么差啊，我当初还当过生日队指挥，生日队指挥青年团体的舞蹈上去的舞蹈啦，什么主日学的老师，以前人还少的时候，什么都兼，校长兼讲义嘛，兼公监的，全部都兼。没有人知道我在考试，司法官考试是号称台湾最难的考试，我考上也没有人知道。我科长说，我咧读册拢无人知。我嘛是拜六礼拜天拢看我到遮咧跑来跑去，规日拢在教会内底。然后我考调，我讲我考调，我讲我要受训啊，知影？啊，我咧考调啊，考调咩？考上司法官，
各位如果有兴趣去考考看啊，考上司法官，哇，不得了啊！考上司法官，那考上司法官之后，我礼拜六、礼拜天还是照常在教堂侍奉啊。大家袂感觉我去受训啊，到了礼拜我就倒来啊。啊有当时为着倒来了，带教会较久了，要赶紧入去，因为阮有规定，一定要在司法训练所，礼拜六、礼拜五一定要住在里面嘛。开受竟然我印象上深，建国北路吼，阮建国北路煞着了新的路，遐就是阮司法官训练所，我开过门就门单，我想着不死咧啦，我住咧半时间，啊，着开门单是我毋对。我迄阵开门单吼，心会疼咧，因为阮司法官训练所一个月7000块尔呢。相对的，在这段时间，我还是一样在教会，可是我出来以后很奇妙，前面大家都礼让给我，所以就让我可以直接到台北去，所以我没有经过候补，我就直接可以到马祖去当天长。以前马祖还没有院长，直接当天长。我一直觉得这辈子一直想这些事情很奇妙。我是一个男的讲阿达玛孔不利，我是一个脑膜炎的患者。所以讲我若记得你无好，你莫怪我，因为我本来就脑膜炎患者，我头本来就无好，我有老年痴呆症，你都不要怪我。可是我们从来没有管我念书的人，就是上帝在管我念书。上帝不是管我念书嘛？上帝是叫我认真做他的工，但是你要认真念书，不是完全交给上帝，你自己努力，人的尽头就是上帝的开始。所以这么一路过来，我从来不求。上帝给你的是什么？这个天父给你的是要注意上帝的回应。祷告最重要的是注意上帝的回应。祷告完之后，我们都听到啊，阿门。上帝，我的祷告跟昨天的一样，跟前天的一样，跟大前天的一样，我今天祷跟去年完全一模一样。阿门。其实最近我祷告比较多的是我们这些身心得到病痛的兄弟姐妹们祷告。其实我们很多的兄弟姐妹，不止现在是身心得到不舒服，其实我们很多在座的很多人，讲白了，很多人有黑色，很多人身体有不舒服。可是我们为他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的心理上就觉得我们跟他是连接在一起的。我们在生病的弟兄姐妹身上看见上帝的爱。所以我们对上帝的回应，所以宗教的重新祷告，我们本来是9点，我觉得那个时间上，我们可能可以改一下，最起码你每天来一次，你每天一次，你一定要感谢的心，要感谢，要认罪，上帝今天在你身上的作为，上帝，我们主导的时候，给人你先给人有外，我们的日用饮食今日给我们只有赚1天的钱吗？不止我们东西都吃不完呢。我太太今天突然煮了好多东西拿来，我说我们今天没有爱餐呢，她说她突然觉得说她的东西该煮了，或者过年大家冰箱塞得满满的，我妈说你们都不要带任何东西在我们家，冰箱满满的。我想不止冰箱满满的啦，我还是强调各位，如果还吃不饱的话，咱叫做在引导的迄个猪脚店嘛，去足济咧啦，食排骨去足济，你拢没烦恼。所以我们是丰盛有余耶。只是我们有没有觉得到，我们有丰盛有余？我们上帝给我的是满满的祝福那之后，我们要为我们现在目前，比如说我们的朝天兄啊，我们的荣义兄啊，我们的新荣兄啊，我们的玉荣姐啊，我们的美娥姐，不是那个口语哎，我讲粤语啊，我的老人痴呆症啊，那个李金珍女吗？我遐常常较疼啊，叫我行路较无方便啊，行路行较袂行啊，为着咱的彩云姐啊，那个求医姐，我们都每天现在我们祷告啊，其实我们这个有很多人身边受伤，我们那是我们的肢体耶，一个许后包天堂许后，那是我们最亲爱的兄弟，最后认识上帝有什么好处？哎呦，人家讲到我们来信基督教都是为了好处信基督教是有好处的。信基督教不是好处，那我就去拜拜一样的得到好处，不是信上帝的话，所以你要敬畏上帝就得到平安嘛。最起码你敬畏上帝的时候，你心中有平安喜乐，福气必临到你。那是约伯记22章27节告诉我们，你要敬畏上帝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阿们。你要确信新年开始第一个礼拜。
我们希望确定这件事情，我们认识上帝就得到平安福气也会临到我们。我们都希望得到福气。我说我基督徒，我不是为了福气，基督徒会得到福气，福气会临到你们。这个本来在讲道上本来就应该告诉会友们，福气会临到你们。你要敬畏上帝，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呢。我体会很深呢，我的以前头脑不那么好哎。我跟我太太高认识，我头脑真的没那么好。我的爸爸根本对我不抱任何希望。我大一的时候开始完全的活动都在教会，除了念书以外，就在教会，从念教会开始。那底下打扫题哦，从念教会开始。我到大陆的时候突然脑洞开窍了哈，突然开窍。我的东西大概看过3次以后背下来，我自己都不太相信。我到去考试，考的是行政。我同学叫我陪他去考，他帮我出报名费，我没有书，他借我书，我每次借还一本书，3年就还给他，我就把它背下来了。最起码里面的内容大概背70到80。所以全国录取3个，我不是第1名啊，我也不是最后1名。这个很奇怪，陪我去考的人没有考上，我考上了还推红纸出来，人家说蔡同你考上了，真的吗？这个真的是我。那我爸爸都打电话来问说，人家在那时候报纸都会出来啊，高普考以前人很少，报纸都会出来说，那个蔡同你是不是你？我说蔡同你应该是我才对啊，因为我们学校有贴红纸啊。我说你什么时候去考的？我说我们没有钱，是人家帮我出钱的，人家书是人家买的，我是看人家的书我就考上了。所以我是人事行政的老资格的，民国60几年我就考上人事行政的，所以他们每次在讲人事什么制度等等的，我说我虽然不是那么懂，但是我最起码懂一点点，因为我很早就考上。我认识上帝，我们认识到救恩呢。上帝差遣他独生子来救赎我们，那上帝就是救恩呢。你有发觉到，信上帝的人，你再大的痛苦，我们西安教会有一个得到肝癌。肝癌末期的时候肚子都大起来，痛的都在地上打滚啊，以后打吗啡都没有用。合唱在叫他之前啊，他突然我一边唱圣诗，他说看，你看，就看他脸开始发光，脸开始有笑容。那不能痛苦啊！你面啊，你用个听啊，规面拢结规球球用面拢开开。开始咧笑，人讲回光返照，回光返照嘛无到迄个面咧笑啊咧。我唱圣诗的中间来过身，你才会以为，因才会甲我讲伊的手啊比较嫩。基督徒的过世是用笑容，身躯种嫩的。你若去病院，你病院的人你就发觉讲，你在医院的人你会发觉到那些死的人都死得好痛苦哦，面目很零碎，那些化妆师都说很难化妆，可是基督徒死的都是非常的很高兴的死掉。我们认识救恩，帮助我们认识神的救恩，我们要过着敬虔的生活。你说这样的基督徒真理让我们得到自由，可是我们来信上帝反而不自由，没有，那是一个内化。我们知道对人会谦虚，你对人更加谦虚，人家对你也是谦卑的对待。你对人家好，人家自然对你好，那个不是失掉自由，而是你的生活自己改变。我们借着圣经在过活，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圣经会告诉我们，这个应该做，这个不应该做。那我们可以真诚的过活，我们会活得很坦然。我们不会活得畏畏缩缩，这唔知做哦，这做这样看着唔知好无，这个好不好？我们可以过得非常的自由，帮助我们有智慧的生活，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在座的如果还在念书的学生们，我告诉你们，尤其有人要去高雄当老师，那个人已经上去主日学了，告诉你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你发觉到上帝在你的身上会有很大的作为，那你很多的事情都得到开端，然后会帮助你塑造生活的经验。什么叫塑造生活的经验？你的生活里面你会开始发觉到，你的生活里面开始过得很充满。所以我们都说充满，我们过得很充满。有上帝吗？有一个人，
爸爸妈妈死掉，那个叔叔照顾他，叔叔照顾他才长大。可是叔叔有一天得到一个病，很严重的一个病啊，一个心脏一个很严重的病。那个小孩子唯一的就是一个叔叔，这叔叔没有结婚就把他抚养长大，他就看到这个叔叔，那个叔叔，他每次看到他，突然有一天他听到医生在讲话，医生都摇头，唉，没办法了，大概只有上帝能够救了，只有上帝哦。小孩听，上帝哦，上帝可以救，上帝去哪里买？啊？我说对呀，上帝去对不对？上帝去哪里买？哇！他赶快去找，他找家里，找老半天才找出1块美金。他家里仅存的1块美金，他存了很久，存了1块美金。他说拿到1块美金，好高兴，我就赶快出去。师傅人家，你们这里有没有在卖上帝？哎，你们卖上帝，建成兄，你家有没有在卖上帝？大家都跟他摇头，跟他笑说，你讨干嘛？这里给他可能就要跑跑。哦，找了好几个人，大家都说没有卖上帝，可是一直找，没有上帝突然找到一个老店家，一个老伯，60几岁的老伯在那边看店，在那笑着说：“阿伯啊，我要买上帝，请问你们店里面这个杂货店有没有在卖上帝？”那个阿伯问他说：“为什么你要买上帝？”啊，我叔叔，医生说大概没救了，大概只有上帝能够救他。我说我要买上帝来救我叔叔，我叔叔对我最好。哎呦，我们这里有卖上帝，有一个饮料叫做上帝之吻，就拿给他，这个饮料1块钱。哇，好多钱的抱着这饮料，一个跑去跟叔叔讲说，我买到上帝了，我叔叔有救了，我叔叔有救了，跑进去。叔叔看着他。小孩好可怜，从小就没有爸爸妈妈，如果我走了怎么办？上帝呀、又来又上帝呀、我买到上帝了，我买到上帝了。哎，很奇妙的，第2天啊，突然有一大堆的医疗团队过来，然后到医院来，就跟他们讲，他受到人家聘请，全世界最权威的很多的医生过来，开始帮他做全身检查，跟他讲下一步还有救，没问题，可以救得起来。小孩子放心好了，叔叔有救，哇，好高兴，好，大家都，叔终于救起来了。说医院要开账单嘛，哎，美国医疗费用非常贵。那么账单一看到，叔叔就愣住了。他说我们家怎么可能有钱付这个账单？医院说没有啦，我只是告诉你说，你是不是花了全世界的这些权威来花了这些钱，但是这个钱已经有一个人帮你付了，那就接到一封信，就是那个杂货店的老板说，我卖给你上帝之吻，我从你的身上看到上帝的爱，你是上帝派来的天使，让我有这个机会，让上帝的爱能够在你的身上，不要付钱了，上帝的爱，你那1块钱已经帮你叔叔把所有的医药费都付完了。这个事情还没有结束，说天哪，好高兴，真的是有上帝，真的是有上帝存在。这个小孩子长大，这真实的故事哦，他就成了一个很有名的医学家，他发明一个创可贴，他就是邦迪牌的一个创可贴。他没有拿专利哦，他希望大家都可以用得到。那我就用邦迪呢，因为他就去杂货店，那个杂货店的老板已经不在了。他说为什么不在？他说其实那个杂货店的老板是个大富翁啊，因为他是从杂货店起家的，所以他有空就来杂货店看店。他那个杂货店仍然存在着，他就来这看店，刚好你来，所以他就卖给你上帝。那个杂货店老板走的时候说，如果小孩子来要跟他讲，这个世界是有上帝的，你要相信是有上帝，因为你的爱，所以他老板叫什么名字？叫班迪，他就记在心里。所以他长大用一个创可贴，现在还有哈，如果有空你去买创可贴，班迪牌创可贴，用他的名字做，对不对？够，我们要知道，
这是达文西一个非常有名的话，上帝创造天地。那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马可福音告诉我们的：你的过去放在上帝的怜悯下。我们去年也，上帝怜悯我们，将你的现在放在上帝的慈爱中。上帝对你是慈爱的，你的未来放在上帝的供给上。各位不要忘记，你的过去留在上帝的怜悯下的，你的现在要放在上帝的慈爱中，你的未来要放在上帝的供给上，因为圣灵跟我们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所以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上帝的孩子。我每天都告诉自己一次，我们是上帝的孩子。那我们就告诉上帝，我们是上帝的孩子。来，我们是上帝的孩子。每天跟我讲，越有信心了。我们是上帝的孩子，我们是上帝的孩子，有什么好吗？我遇到困难会不会遇到？要吗？今天这个我可以说，我们是上帝的孩子，上帝就会帮助你。最起码那个蔡光，我站在讲台上里面就讲，他就服侍上帝，上帝赐给他头脑，但是那个时间已经过了嘛，我现在头脑已经不好了嘛，我是那段时间头脑很好，现在已经过了。我们都是上帝的孩子，我们一起来祷告。天天我们感谢你，我们都是上帝的孩子。我们认识上帝，认识我们慈爱的阿爸父神。我们这辈子的以前你在灵里赐福给着我们，我们将来会得到你很大的供应。我们现在会活在你的慈爱之中，我们相信你的慈爱包围着我们，我们得到你充充足足的供应。我们这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这时咱要来应答上帝的话，咱要来唱的圣诗，要来唱的圣诗是圣诗27首。我祝上帝，我们跟着那个早上祭拜团的顺序来唱，请祭拜团来带我们一起。第一节是华语，我们先做唱，然后第二节再请弟兄姐妹一起站立合唱。我每逢举目观看，你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功，看见星宿，又听到隆隆雷声，你的大能遍满了宇宙中，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兄弟，我那是救大荣耀，你的心就所最一切干掉，我的清醒，我听见你的响声，有救上我的奇妙的干掉。我心之下，我的兄弟心表，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心之下，我的兄弟心表，你真伟大，何等伟大！心
最声，上帝无小伊性命，找来世间的人类的生命，你心的地，甘愿地上咱做伴，老岁参是，予我咱的永远。我心最小，路上的生命，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心最小，路上的生命，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心最小。承受上帝满满奇妙的慈爱跟供应，
让上帝照顾着每一个家，尤其对心灵身体变重的弟兄姐妹们，特别施以恩手，让上帝慈爱的双手保守着他们。愿圣父、圣子、圣天上帝将伊三甲伫地，对年头到年尾，拢有上帝恩典满满将伊三甲做伙，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数。阿门。先来报告后主的圣港轮即个刚刚请准备先。好，消息的报告，过年这3个礼拜我们的小组分享的时间是暂停的然后过年期间的奉献，咱要伫个2月9号的周报来刊登。然后第3点，2月初9要召开定期的中级会，所以若会议有议案的，请通知中级。过来一点真重要，就是2月16号要举行圣礼典，所以若有兄弟要受洗，请甲陈慧华长老来通知。详时迄天嘛要举行定期的好会，要报告2024年的事工甲决选。会员名单即嘛伫个公布栏后壁，所以迄日若是袂当出席的兄弟姊妹，请伫个公布栏来请假。然后新眼光的进度，请咱家己来看。那今仔日无小组，所以呢，我们也是为了所有身心灵欠安的弟兄姐妹来代祷。然后很感谢桂香姐，就是今天有准备了小小的点心，所以等一下大家可以留下来享用桂香姐准备的点心。这个时候我们要请圣歌队来唱祝福的歌。